應該都係差唔多，應該都係差唔多吧。反正都係呢兩個。呢係1月的主播。我幾時開始播㗎？好似係1月份咯，好似係嘅，好似係1月份開始播啊我，好似係1月份開始播，1月份定12月？好似1月份吧，應該是1月份，我忘記了，是1月份，係1月份，1月份定係好似係1月份。兼職係啊，肯定係兼職啊！你唔通靠呢個嚟揾錢咩？係兼職啊！我的職業不是這個。哇！我好少見兼職啊。全職嘅話，我覺得我咁樣我揾唔到錢㗎，因為我冇其他主播放得咁開啊。全職真係好難做。係啊，係啊，全職付出嘅代價太大啦。我平時日頭仲要上班啊嘛，下午咁樣仲要上班啊嘛。今日週末休息，沒開課啊！我們還沒有開課呢。我們還沒有開課呢。我們還沒有開課呢。我在房間看你。什麼叫在房間看我？啥意思啊？開課係啊。是啊。